仔。Hello，OK， 睇下有冇吉他聲音先。吉他就要等一等。哇，今日天氣係相當之良好。OK 啦，咁我阿 Abby 咧，我又介紹下先。坐喺我隔離咧，其實就係我老婆 ，She's my wife，and 佢係一個鋼琴老師嚟嘅，所以今日揾佢客串打鼓。OK， 可唔可以俾啲掌聲佢？其實佢第一次上台打鼓嘅咋。而呢兩個小朋友咧，都係第一次 ，the first time to show。Our family is the first time to show this song. Hope you can enjoy. And this song， 露露豬啊，你可唔可以講下個歌名啊 ？What's the song name？ 過嚟啊，露露。個歌名叫咩啊？望住大家講。未來的嘢。係啊 ，very good。OK，Abby 我試下嗰個鼓個聲音夠唔夠大？係啦，試下繼續拍下先。係啦。OK， 準備好未，家姐？好 ，OK， 我哋嚟啦。不知你的臉，不知你聲線。不知道一切，卻互牽。想撫你的臉，想由衷地說一遍，竭盡了力的我，天邊的你會望見。你要是搗蛋的小娃娃，隨便你。世界正悄悄泛起朝氣，無謂地無故地飛。那未來的你我也很好奇，這個童話再次叫我有力飛，哪怕來多數百次的隔離，奮勇撐起。我已留好了半世的多記，放肆長空。照耀你，細看人間每個愛的距離，尋遍這世紀，會創作你那傳記。大家可唔可以跟住拍子一齊拍啦？準備1、2、3、4。你要是搗蛋的小娃娃，隨便你。你要是喜歡我的動畫，亦是你。出現，這天要紀念，這天我相信會遇。家姐細佬一齊嚟啦！哇，好開心！係我哋第一次咧，以呢個咁完整嘅陣容係咪啊？阿家姐同細佬一齊第一次上台表演，雖然佢哋兩個咧即係跳跳擦周圍走，不過咧。